早早，欢迎收看今日7月30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，我是寇兴竹。先来关心今日早起6点55分，花莲发生规模4.5的地震，地震的深度是5公里，上大震度伫花莲县有4级。接下来天气报道在，咱来关心天气。今日西南风会增强，南部会落阵雨，也是雷公雨，其他所在伫过头了后冒西北风。咱来看温度。今日对流云系发展有较旺，偶有短时间的强降雨，南部有局部大雨。气象局早起有针对台南甲高雄，还佫有屏东发布大雨特报，爱设置单雷公甲强阵风。明仔载西南气流会增强到西南风会增强到西南气流的级数，所以全台湾的天气会佫较无稳定。南部可能会落局部大水雨，其他所在嘛爱设置落大雨。今仔日无落雨时，天气是较暗有热，若东南部有机会会透火小风。气象局嘛有针对双北等6个县市发布高温的特报，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。西南风会豆豆影响咱台湾，伫南部已经开始在落雨。气象局讲，拜六礼拜这2天，西南风的强度会达到西南气流的级数，而且全台湾的天气拢真无稳定。今年只要每次下大雨，都会发生这种状况，这样子。气象局观测，刷来大雨会阁刷入来到陆地，西南风强度会渐渐增强到西南气流的顶级，爱严防大水雨。周末这2天呢，要比较留意的就是，本来位于在巴士海峡这一带的比较强的西南风，会逐渐的向北扩展到台湾上空，而且西南风的强度也会来到西南气流的等级，受到西南气流带来更为充沛的水汽。所以天气是更为不稳定的。落雨区甲雨量拢会明显增加。目前太平洋高压较偏北，菲律宾东方的低压带明显发展。台湾是伫大低压的变动区，所以后礼拜中南部地区的天气会一直拢无稳定。我们也可以看到7月31号开始，整个低压带的影响会逐渐明朗。到了8月1号、2号、3号、4号，基本上是影响最显著的一个时间点。5号、6号之后呢，降雨的一个强度有稍微减弱，不过基本上都还是在整个低压带的影响范围当中。一直到8月7日后礼拜5，中南部拢是高雨的所在。专家特别呼吁住伫较低所在的民众，一定要准备好沙包防灾。地方政府都要先盘点抽水机这防灾设施，另外疫苗注射站嘛要注意到警方雷公四那甲淹水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加详情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，咱是来看《中国时报》。台塑是宣布讲，为着要配合国际上减用塑胶的措施，从2025年开始，因要停止生产一改性人性用品的塑胶料，要来降低对环境的影响。若解出来的产能会去转型，也是改造耐久性，也是去发展会当分解的塑胶料。来看《自由时报》，内政部发布2010年上新全国季度使用主体的统计，全国一个厝主手头有空厝的比率差不多是11%，大约有876000间空厝。来看《联合报》，受疫情影响，民众即马出门拢惯习挂喙罨，即马好着感冒的人数是减1半以上。低基站的诊所伫疫情期间健保申报的点数拢减1/4。北部甚至传出讲有诊所即马爱卖家私来付护理师的薪水。若家医科甲内科病人嘛拢有减少，敢若精神科，因为民众较烦恼、较困扰，所以病例有增加1%5%。咱过来，昨昏新增加16个本土病例，佮有2个大病入境的案例。因为即马各县市拢在话讲预防车无够啊，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，目前预防车咱全国的注射率已经超过3成，接下来会要求地方政府按照年岁的顺位来注射。好，我们各位媒体朋友们，大家好。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国内新增加18例确诊的病例，16例是本土病例，还佫有2例是大病入境的。个案的分布以新北市7例上侪，过来是台北市5例，高雄市2例，桃园甲嘉义是1例。而且无增加死亡的个案，16例里面现在有2例哈，它的关联还不明哈。那整体的疫情还是朝向可以控制的方向。第4批医药组疫苗到2到中昼12点结束，完成医药的人数有1034933个人。不过，未少地方政府话讲疫苗的供应无够，也有县市已经宣布注疫苗会暂时冻点。亲像新北市决定8月初1至初4暂停注射。苗栗县、云林县7月31到8月初4暂停注射，也那屏东县是调整部分注射的时间。可能中央对于疫苗的进口
进到国内来，要很清清楚楚的掌握。或许你不能事先告诉国人，我想国人绝对可以理解，可是你心里面一定要清清楚楚的掌握，因为我们现阶段有好几类型的人在等待施打，包括有第一剂跟第二剂的问题。7月30到8月3号这一段，那我们一定会按照既定的计划来接种。那8月4号到6号，我们地方这个已经到8月4号就没有相关的疫苗可以来引资哈，所以我想全数还是需要中央把疫苗拨下来。这个平台哈，尽量想要规律哈，但是恐怕都做不到了。哈，最主要是因为供应的量并不掌握在我们的手上。但是中表示，有一寡县市因应相关的需求，先甲一寡本来就有疫苗册的人注射，造成无法度配合民众医药注射的数量。考虑若公布疫苗的数量，会造成地方政府注射的困扰，所以未来暂时无要公布县市村的疫苗的数量。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，目前疫苗的注射率是30.97%，也若第5批医药登记的对象，按算后礼拜1会公布。若是 AZ 疫苗数量无够，第5批可能会开放做莫德纳。另外，为了避免莫德纳的数量真恶估算，64岁至75岁的人，第2档要是爱伫医药平台来医药登记注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国际上要紧，咱来关心目前伫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。从疫情爆发到今，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9千万例，死亡人数嘛超过420万人。咱来看最新的统计。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8例，目前咱台湾计共15637例。中国的病例有92000多例，香港超过11000例，伫日本是超过90万例。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、印度甲巴西。美国是超过3500万例，印度超过3100万例，巴西超过1900万例。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582万例，伫法国超过614万例。在关心美国的辉瑞药厂是表示讲，要做第3档预防针，才当增加保护力。另外，美国政府即马是要求公家机关的人员拢一定要做预防针。科技产业嘛拍算要对咧做，亲像 Facebook 甲 Google 嘛已经要求员工一定要做预防针，才会使入去公司。那讲到关于预防针这部分，英国即马是宣布讲，因要捐900万档预防针出来。美国辉瑞药厂研究证实，对家注第3剂会当提升保护力。23个受测试当中，年纪18至55岁人，伫注完第3剂了后，保护力比注2剂的时阵悬出5倍。对65至85岁民众，保护的效率是超过11倍。虽然研究还未正式发表，不过药厂也讲，因上紧伫8月要向 FDA 申请紧急使用授权。对着 Delta 疫情探归美国，国内染疫人数汹汹增加，政府嘛开始要求公家机关的员工必须都要注疫苗。即马连面册甲 Google 这科技公司也伫最近宣布，任何人要入去公司上班，拢必须完成疫苗注射，会先伫美国地区开始实施，一步一步推广到其他所在。We know on current trajectory that the world would only be adequately vaccinated by 2024 at the end. 疫苗分配不平均，惊讲疫情会影响散车国家真济。对这个代志，英国政府宣布，这个月30要捐出900万剂疫苗到大英国协成员国，甲亚洲疫情严重的国家，预定到明年中前会捐出1亿剂，其中8成会直接予 COVAX。Those who do not want it, for all I care, you can die anytime. 一向讲话真使人意外，菲律宾总统杜特地进前伫公开电视演讲里警告百姓，若做无愿意注疫苗，就必须踮伫厝内不准出门，无正要动用警力。验过事实上，目前菲律宾国内疫苗状况欠缺，一寡人想要注，毋过注无。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。今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？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。以色列拍算提供60岁以上已经做好预防针民众加注第3档预防针，不过 WHO 是呼吁讲，应该把这预防针分张给较散者的国家。来关心为着要对抗 Delta 变种病毒，美国即马是要求政府的员工、公家机关的人员，拢一定要注预防针，若无就规定规工一定要刮嘴暗，而且嘛无法度出差去出场。民众若是有注预防针，就当摕到奖励金，奖励金有100块美金。来关心日本伫昨昏头一摆出现过一日全国的确定病例超过1万例，
专家是表示讲，这是因为伫奥运的期间气氛有加较轻松，所以大家防疫措施嘛放零，才会造成病例数大增加。其他消息，咱来关心疫情，来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。昨昏咱的本土病例为新增加16例，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4322例。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。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的所在，包括新北市有6784例，台北市是4792例，超过200例以上的县市伫桃园是782例，苗栗549例，嘉南313例，彰化272例，伫台中府206例。昨昏并无新增加死亡的个案。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，计共15637例。伫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4322例，这个统计是疾管署上新的数字。来关心台铁的员工，即马有人投讲台铁第一线检票的人员，有人佮打也袂注意风险，也毋过逐工爱甲民众接触。台铁是表示讲，因之前有交出18000外人的名单报互交通部，也毋过预防车敢若配到12000外人，确实有影无够。台铁产业工会接到员工投诉，有东部地区第一线加票人员，到即马无注着疫苗，逐工接触旅客风险真悬。工会指出，即礼拜二台铁对内发出公文，计划对协助联络安排做疫苗作业的员工家长，毋过考试时即个互人家长的员工，大部分拢无注着疫苗。第一线的检收人员，或者是在公务、电务现场做轨道维修、车子维修的相关人员，都还没有施打到疫苗，但竟然就已经开始做疫苗的续缴了，我们会认为说对这些人情何以堪。台铁表示，台铁员工协会维持国家安全甲社会机能正常运作者的第7类工会疫苗注射对象，第一时间就做册提报18000外人，得到指挥中心批可开始分配组，不过因为疫苗不够，只有12000外人做到。那几千个人，他到底是不是符合我们在防疫上面第一线的这样的一个必要性？那恐怕要请这个铁路那边是交通部嘛，哈。好，请跟交通部提出来。那交通部如果认为确实有必要，那当然我们这边可以讨论。我们总共有员工含相关的一个集结的人员，我们名册都包出去了。台铁强调，第一批疫苗伫7月2日全部做了，对象有司机员、列车长、加售票员、卖票人，大部分剧本部内勤人员也无做。台铁表示，除了继续参详交通部协助争取疫苗，也鼓励同事去中央疫苗有药平台做意愿登记甲后续的有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文化消息，咱来关心疫情警戒，即马是降到2级，会使出门小看上透一个。那艺文表演从疫情爆发到大，拢互取消，靠表演的专家的表演者生活是大受影响。明仔暗，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网节目，要带大家来看一阵魔术师，因是安怎伫疫情内底想办法找出路。法拉利已经做12年的魔术师，在2波疫情的冲击之下，表演活动朝朝拢取消，无工作机会甲观众。高不理中伊开始来转型，开发线顶的魔术课程。上阵遐因为停课，爱踮伫咧厝里，无法度出门活动的囡仔。开扇的动作，这看起来就会像一个专业的魔术师。OK， 把动物变出来，拿出魔术棒，挥一挥，动物就跑出来了。你变魔术，你手爱叮当嘛，嘴爱讲，头壳爱想，这对小朋友的专注力是就有帮助的。持续要年半疫情，地区侪魔术师都在想办法开发其他趁钱的来源来维持生活。有人转图做网册，有人伫网络卖魔术的课程，甚至还有人甲伊转价的魔术道具卖出去，都是为着要过日子。这个心情是很复杂的。你要舍去你自己以前赚钱的能力，然后要舍弃你以前你很宝贵的东西，只为了撑下去。可是你不知道你能撑多久。疫情唔知爱到伫当时，生活陷入困境的表演者是愈来愈多。文化部推出上新的纾困4.0方案，原本按算会当摕到纾困补助的人数，差不多有730万人，即马增加到820万人。希望会当帮助表演者度过疫情的冲击，赶紧登去表演的舞台，继续发挥因的专长。记者王继峰、柯宏耀台中报道。唔
那表演人员受影响，艺文产业嘛有受冲击。即马会当甲条件开放啊，也毋过嘛是有人数的限制。所以文化部甲国家表演艺术中心两厅院即马做伙合作，推出解放线顶舞台计划，用线顶卖票的方式来演出，要互观众无共款的表演体验。国内防疫警戒降2级，展演场所带条件开放。不过，面对疫情多变，文化部29宣布，参国家表演艺术中心、国家两厅院合作，推出解放线顶舞台计划，希望扩展对接线顶展演的经验。面对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性呢，逐渐把我们的表演的形式跟那个艺文活动的形式呢，走向数位化走向线上化呢，走向虚实整合李英德表示，解放线顶舞台是国内线顶卖票演出真重要的实验计划。有9个团体做示范演出，为8月初7开始就有演出，让观众无同的舞台体验。我要跟镜头的导播，然后重新直播专用的一些表现的一些语汇，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，呈现在观众朋友的这个家里面的电脑、电视这样的一个线上媒体里。解放线顶舞台计划除了第1阶段的示范演出，第2阶段是公开定价，为现在开始到8月2日受理线顶申请，入选作品会有40至150万的补助。详细申请办法会当伫国家两厅院的网站查询。记者杨淑晴采访报道。疫情影响咱的生活，也毋过照顾弱势袂使断。伫疫情期间，有一寡慈善团体共款有提供到厝洗粪水的服务，因共款去厝内替身体无爽快、无方便的时段，也是身心障碍者洗粪水。工作人员拢正认真做好防疫措施，要提供服务的个案舒适的环境。工作人员甲伊躺位车顶搬入去厝内，安装好势了后，一寡身体无方便的身心障碍者总算会当开外洗身躯啊。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推动这个到厝洗身躯的服务，就算拄等疫情也无断站。即使是3级警戒，但是他们的照顾需求还是存在着，其实他们还是非常需要这些沐浴服务的。目前我们家的话是有90几个个案在持续服务中。虽然进前本土疫情拄啊爆发的时阵，有真侪家属烦恼有染病风险，不过时代甲身心障碍者也是需要洗身躯，所以基金会决定加强防疫措施，继续服务。除了做好消毒、专程挂喙罨，室内也维持袂超过5位人。基本上我们就是沐浴团队就是3个人。如果个案住院、出院后14天，我们才能进场再服务，因为我们要避免交叉感染的部分啊。到厝洗身躯的服务，拢是采用预约的制度。逐摆服务进前，接护员也会先检查个案的身体状况，确保服务过程会当安全顺利。疫情期间，除了要紧防疫，也希望透过这个服务，每一个个案的生活未受到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年春天较无雨水，咱嘛有度过一段无水的日子。即马电到无雨水，互蜜的品质甲产量拢比旧年也搁较好。拍开翅膀的箱仔，检查芳味的情况。伫家己翅膀超过70档的淡水通讲，家己馆总算有芳味的评价，会当互人知影在地国产蜜。足侪人毋知会当倒位会当买到好蜜啦，所以咱透过这个平台了后，大家咱一寡消费者就较会来找咱安尼。够雄定的，咱在农会会配合集齐之下，让这个蜂蜜呢，让我们的所有台湾的乡亲呢，在购买跟选择的便利上呢，会增加我们蜂农的这个销售业绩。家己馆目前的蜂农有103户，有登记的蜂箱仔有1800箱左右，而且有愈来愈侪的趋势。为了鼓励蜂农提升蜂蜜的生产，县政府甲县农会举办第1届蜂蜜评价。我们县政府这边能够帮我们这样推广我们优质的龙眼蜜，这样对我们蜂农当然是帮助会非常大。今年的蜂蜜数量，然后品质都很好，然后产量也有所增加。这样，县农会表示，今年林景甲奶基的花因为无雨水开了真好，嘛互蜂蜜的品质产量比过去更加好。透过专业评鉴甲未来的推广，希望会当倒牵起翅膀产业的发展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前总统李登辉过身较大，特别做对年。昨昏，李登辉基金会甲民间团体做伙出面呼吁政府，爱设国家级的李登辉纪念图书馆。另外，针对前日本首相安倍有想要来咱台湾去望前祭拜，李登辉的查某囝李安妮是表示讲，这是一件好代志，任何时间拢欢迎。恭
到老爸不时熬电，前总统李登辉过身就要对年，伊的查某囝嘛是李登辉基金会董事长的李安妮，即届特别出面呼吁政府应该共同推动国家级的李登辉图书馆，嘛希望地点伫市州路台大的古法学院。我们也了解政府对这件事情是正面的哦，那只是希望多听家属的意见哦，那也多听各方的意见。那我想今天大概有一个跨出一小步了。明天我上山，我就会跟爸爸做个报告。与会台大总部长嘛表示，校方保持正面态度，不过因为牵涉高职等等问题，要甲政府相关单位讨论。与会立委嘛指出，已经有人提案修法，会尽力协助。另外，甲李登辉有真深交情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，嘛伫日本产经新闻访问时表示，只要情形稳准，真想要来台湾第一。我相信这是一个好事，我们还在努力当中哦。那我想就是要去五指山，也不一定要在7月30号的这一天哦。就是任何的时间，事实上也是都可以的。李安妮表示，安倍甲家己的老爸感情就亲像爸仔囝，所以嘛，厝边仔表示，因可能会伫梦中来沟通找时间。针对安倍的言论，外交部嘛强调，台湾甲日本互相是珍贵的朋友，若来访问，会全力提供协助。记者伫甲文条随台北报道。咱台湾毋但伫体育的表现真出众，咱的影视作品嘛受国际上的肯定。美国纽约亚洲电影节有录出咱台湾的电影集选。那咱的导演蔡明亮，也有导演曾明宏的作品，嘛有一位威尼斯雅典的单元。运用丰富的色彩，予日常生活的万物拢有生命。这出描写人类甲环境面临的困境3D 动画片，由智妍导演的《废弃之城》，确定入选美国纽约亚洲电影节。入选的也有这出。教育是一门关于的志业。描写听无的弱势者去防草大的真实故事，是2020年瓜精连导演拍的《无声》。毋但入选，就连电影的这张相片，也互电影节经做是海报的主视觉，反映后疫情时代复出的感受。我觉得这个电影真的能够去到了美国，让美洲那边的人更多人可以看到，然后包括当地的华人可能也期待很久的，我觉得这都是一件好事。咱台湾的爱情电影《腿》，也有颠覆Shakespeare 经典戏剧《皆大欢喜》等等6出电影拢有入选，也有包括香港、日本、韩国等等计共60多出的影片，是电影节规模有史以来上大的。拍算8月初6开始，伫咧纽约实体电影院甲线顶播送。台湾的创作者选择的题材非常多，都跟世界共感。年轻世代的创意工作者，他们在类型上跟议题上的结合，已经非常的纯熟，逐步的打开国际的能见度。也有最近咱的导演蔡明亮拍的《良夜袂当留》，甲导演曾明宏所拍的《最强》，拢有入围 Venice 雅典单元。最近台湾的体育表现毋但出色，就连影视作品也受国际肯定。记者阿敏金林、许凯台北报道。咱台湾目前有14000多台电动轿车，电动车是愈来愈普遍。也过有车主就讲，因想要设充电站，嘛是共款会拄到社区的委员会，也是互社区拒绝。若按照即卖规定，新起的建筑物是拢一定爱留电动车充电的设备甲空间，要互环保检讨会当做几套的。接起充电口替电动车充电，英国、法国等等国家暗算伫未来停止卖汽油车、电动车加做新的议题。虽然营建署讲，即马对新的建筑有要求，爱留充电设备的空间，不过台湾有侪电动车主讲，要伫家己的停车位设充电站是真困难，因为社区管委会常常否决设立充电站的要求。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恐惧，他觉得是安装了这个等于是像装一台冷气的这个
拉这个电源，它就会破坏整个大楼结构，甚至是会造成整个火灾。能源局讲，即马当咧收集民众替电动车充电的时阵，定拄到的问题，要制作一本手册来互大家参考，降低疑虑。台电嘛讲，过去社区设立充电站，常常拢是各车主家己为电表扭线到车位。即马有推出一套新的建议做法，互车主甲管委会参考。来申请专设一户，那整体规划电缆线架，日后车主有需要的话，就从这个线架就近拉线到自己的车位。但是社区管委会也是社区区分所有人会议，拢常常否决设置私人充电站的问题，伫公听会也是无得到解决。立法委员陈椒华表示，也阁需要函请行政院消保会另外召开会议，进行法规的了解甲讨论，解决车主的需求。记者郭碧君、郑派文台北报道。奥运亚足联的金牌，菲律宾的选手海蒂摕到菲律宾有史以来头一块亚当金牌。海蒂讲，伊2当前捌来咱高雄训练，伊上介少念的是咱台湾的训练内地，伊甲咱台湾的教练甲选手感情嘛拢真好。即马伊摕到金牌，伊伫台湾的朋友嘛拢真替伊欢喜。摕到金牌，人笑眯眯，甲代表谢中庭台湾的教练翕相。伊就是即摆奥运女子亚当55公斤级冠军的菲律宾选手海蒂。这个金牌，高雄高山高中亚当队嘛真欢喜，因为海蒂捌伫个2019年2摆来学校训练，差不多3个多月的时间，伊就逐工甲学生做伙训练。他训练很认真，然后有时候他看到我们动作做得不好的时候，他也会指导一下。她就是一个活泼开朗、阳光的女孩，就是跟我们相处起来就是像好朋友这样在相处。其实海蒂来高雄进前，就捌摕过奥运银牌，嘛是菲律宾的运动名称。不过亚当队学生拢感觉海蒂就亲像厝边的阿姊，歇困日嘛会带伊做伙去爬山，食好食的，大家感情袂歹。伊即道伫东京奥运比赛时，咱所有囡仔拢伫电视、伫个实况转播进前遐，加油，啊，伊摕到金牌时，多侪囡仔拢跳起来，替伊足欢喜的。校长讲，当初海蒂是因为遮环境甲设备好，来学校专心训练。伊认真打拼的精神是学生学习的对象。看到遮尔侪前辈的表现，学生心中嘛有打拼的目标。记者邓嘉文、罗维做高雄报道。南韩大学即摆有研发出甲白色物转化做甲烷，会当将做能源，所以去便所的人放煞，就会使趁到虚拟货币摕去买物件。行入这间便所，看起来甲一般的公共便所拢同款，不过伫咧壁顶有打 QR code， 汽水的开关也有2种，一种是呛水，一种是真空抽内面的垃圾。이 비비병기는 똥을 소중한 자원으로 바꾸고 환경을 지키는 역할을 하고 있습니다. 这是南韩国立卫生科学技术院的教授曹启源所设计的环保便所。把便所内面的排泄物用省水的真空方式抽取，送入去地下室的桶槽内面放，用桶槽内面的微生物分解排泄物，转化成做气体甲烷，作为实验室内面所有设备的能源的来源。 퇴비도 만들 수 있거든요. 이러한 소중한 가치를 순환 생태 시스템, 생태 순환 경제 속으로 돌려주는 것이 우리가 가진 비비 화장실과 비비 시스템의 개념입니다. 为了要鼓励学生甲老师加利用这种环保便所，伊也阁家己发现特别的虚拟货币支付币，只要使用这间环保便所清理煞了，扫壁顶的 QR code， 就10枚支付币会当伫学校的店买物件。 이와 같이 집에서 만약에 대변을 누면 제가 그냥 버리는 쓰레기를 만드는 거지만 여기서 대변을 눈다는 것으로만 해도 저한테 금전적으로 쓸 수 있는 용돈과 더불어 환경을 조금 더 보호할 수 있다는 측면에서 너무 좋은 것 같고요. 这么，这间学校已经有3间环保便所，学生会当用收集的虚拟币，伫咧学校内面买泡面、水果，甚至是买猪甲咖啡，所以有愈来愈多学生爱入去这间便所小小透一下。公司新闻，但是董编辑。
天气报道在提醒乡亲，今仔日对流云系发展有较乌熬短时间的强降雨，伫南部有局部大雨。那今仔日伫无落雨时，天气较恶热。双北顶6个县市气象局拢有发布高温的警示，有可能会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。那伫东南部是有可能会透火烧风，提醒乡亲爱细致，做伙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。伫北部的温度上加27度，上悬35度；中部的温度上加26度，上悬34度；南部的温度上加26度，上悬31度；东部的温度上加29度，上悬33度。外岛的温度是27度至35度。咱做伙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。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，祝乡亲平安顺心。明仔载早起9点，咱再会。